今日去咗深圳福田睇脊醫，成日用電腦撳手機，堅嘅好攰啊！就算去做 SPA 都解決唔到問題。呢度80蚊已經做到診斷同埋過程中入邊都會用上望聞問切嘅方式去診斷。最犀利嘅就係原來醫生發現我濕氣太重，比起堅嘅佢先建議我處理咗濕氣同埋消化嘅問題先。所以今次先做咗個針灸，針完即時已經覺得個肚係鬆咗啲，冇咁肚脹脹，同埋第二日竟然冇咗口臭嘅問題。價錢都係百零蚊就抵過香港針灸多聲。另一半嘅肩頸問題需要正視，有時原來因為肩頸，所以導致到頭痛啊。首先會做翻個推拿，透過按摩將頸部繃緊嘅肌肉放鬆，針對性改善問題。放鬆咗先接受醫師嘅診斷。然後按得又舒服又疼。哦，也不太舒服。但是按完之後會覺得舒服。對。三甲醫師名醫團隊親自應診，全程冇推銷，亦都感覺醫師好有醫德，盡心解決你嘅疑問。一次已經可以見效。支持香港商報會展中心站 E 出口，直到 PM 我 send 價錢地點俾你啦。